来继续来看新北市长的选战，国民党的人选总算确定，就是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。本来新北市的副市长刘浩然嘛要选，最后是市长侯友宜出面来协调，刘浩然袂选了。李树川讲感谢刘浩然，那安尼刷落来，那北是不是会合作？是不是民众党的黄国昌会来担任正副手呢？黄国昌是明确来表态，讲伊袂做副市长。到2月底之前，我还是台北市的副市长。也等我大概3月以后，我们再来好好的来谈一谈。宣布的是台北市的副市长要加入新北市长的选战，虽然讲还未正式生效。今日李树川接受广播的专访，讲到伊的心情。谢谢侯市长的这一个支持。说实在，对他8年的这个施政，说实在是值得我去学习。谢谢刘荷兰副市长。特别讲到现任的市长侯友宜，以及被当作本来想要接棒参选的新北市副市长刘浩然，是要展现党内团结，因为整合的过程真无简单。党内人选一直拢无确定，所以讲基战真烦恼。即晚南赢已经有共识，由李树川代表是讲爱国面对南北合作的问题。如果假设是川博出现的话，我不会担任副市长。对我自己个人来讲，我当然有信心了。心存善念，尽力而为。国昌那个部分，你会找他当市长吗？南北整合也未有定论，不过国民党拍算伫2月底，国民党完成提名的听书，定是李树川将正式施政。他每次唱的都是《咖喱蓝调调》。他现在练哪一首主题曲？我不晓得。他说他过年要好好的练歌。哎呀，祝你幸福，手放开，手放开送给你。还有说爱我别走，还有说勇气。我看到还有人说 Hold my hand Lady Gaga 的。你们想我唱什么？给我点时间练习。用歌声展现祝福，那赢人选总算定案。那立北人选差不多拢确定啊，新北2026的选战正式起鼓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